請黃毓民議員。多謝主席。嗱，財政司司長咧就喺今年個財政預算案裏邊咧就恐嚇香港人啦若干年後就會出現呢個所謂結構性赤字咁所以咧佢就唔肯話增加呢個社福開支，甚至乎咧就減甜，所以咧就所謂減甜就係嗰啲紓困措施咧就大幅減少，咁令到好多人就怨聲載道。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呢個689政府咧上場之後就政府瘋狂咁樣開位加人係咪？嗱，雖然嗰5司14局就俾我哋拉倒咗佢喺2012年嘅7月係嘛，但係2年內政府不經不覺已經加咗4797個職位，包括呢個首長級職位90個，非首長級職位係4707個，每年呢就使多咗36億。嗱，立法會係有責任監督政府開支，因此審議政府開設職位建議嘅時候呢，我哋一定係要好謹慎係嘛？即使係司法機構嘅，都不能夠例外。嗱，當然我哋知道一個良好嘅司法制度非常之重要，繼續維護法治同埋司法獨立。咁呢個司法機構就真係要有足夠嘅所謂資源呢，為呢個市民提供專業服務嘅。譬如我舉一個例咧，喺呢個2014年司法雜項條文條例草案裏邊咧，呢個修訂咧係要修訂終審法院嘅條例，廢除以當然權利向呢個終審法院提出民事上訴。咁因為終審法院咧就話太多理據不足嘅上訴案件啦。嗱，喺呢個委員會裏邊咧，我就曾經對呢啲相關嘅建議咧係表示保留嘅，因為個公義咧唔可以因為資源考慮而妥協嘅。係嘛？如果案件短期或者長期增加咗，我哋係願意按照實際嘅情況咧，係調整司法機構嘅資源。所以我必須喺呢度咧，表明我嘅立場。嗱，喺制度上咧，其實上訴法庭咧可以從原訟法庭借調法官參加呢個聆訊。咁但係近年來過分依賴呢個借調嘅安排嘅情況非常之不理想。明明係兩個唔同級別嘅法官，一高一低。長期俾嗰啲低級啲嘅法官處理上訴法庭嘅案件，就有蠶食呢個司法制度嘅呢一個咁嘅缺失。嗱，喺2012至13年度咧，上訴法庭處理嘅上訴案件只有49%係由全部屬於實任上訴法庭法官所組成嘅法庭嚟進行聆訊嘅。至於其餘嘅51%咧，分別有38%同埋13%咧，就由一個或者兩個原訟法庭法官以額外法官身份參加呢個法庭進行聆訊。嗱，借調嘅安排咧，幾乎近於濫用，係咪？不但只影響上訴庭斷案嘅質素，亦都擾亂咗原訟法庭嘅工作。原訟法庭積壓嘅案件都唔少，就好似我哋立法會就嗰個選舉法提出嘅司法覆核，到而家都仍然冇裁決嘅，係嘛？嗱，如果用案件嘅數量嚟衡量法庭嘅工作量，係客觀嘅，近年上訴庭處理案件數字呢，就未見顯著增加。但係司法機構表示法庭嘅工作量就唔可以單從案件數量或者數字去考慮，因為部分案件比較複雜。咁但係冇理由所有嘅案件都會一路咁樣複雜落去啊，或者比以往更複雜，而且呢個複雜係唔會停嘅，係嘛？咁呢個係好有問題嘅，係嘛？嗱，普通法嘅好處咧就係透過案例，個法律咧就越嚟越清晰確切，法官咧就會越嚟越精明啊，理論上係咁啦嚇。嗱，呢個上訴庭處理嘅案件日趨複雜，係嘛？就係因為咧原訟法庭所處理嘅審訊同埋非正審嘅事宜咧，不少以日趨冗長和繁複。嗱，呢個係司法機構嘅講法。嗱，呢個亦都係個問題嘅根本。你除咗要增加資源、開人手之外，咁你要改革噶嘛？係咪啊？你而家提出呢一樣嘢係咪要改革啊？即係你原訟法庭所處理嘅審訊同埋非正審嘅事宜，不少以日趨冗長和繁複。即係點解會令到個司法程序冗長同埋繁複呢？呢個係你要改革噶嘛？你而唔改革，跟住你嚟呢度攞錢開人開位攞錢，咁呢個係唔通噶嘛？係咪？嗱，基本上關於呢啲咁嘅開位嘅建議呢，我都係贊成嘅，我唔會反對。但係唯獨有一樣呢，喺呢個文件第25段提到，話呢個司法學院相關職位呢個建議呢，我就反對嘅。OK， 嗱，點解呢？嗱，呢一個所謂25段裏邊提到向法官同埋司法人員提供專業支援，
我想問下個專業支援係咩呢？嗱，我哋嘅司法制度就法官一向呢就係獨立斷案，其他人同埋單位呢係冇任何角色嘅。做咩搞個咁嘅司法學院出嚟呢？嗱，第26段 B 項嗰度呢，就係提供服務所列嘅提供服務係咪有實際需要呢？嗱，大學啊或者學術機構啊、政府啊都進行一啲所謂唔同嘅法學研究，司法機構好容易攞到啲研究成果嘅，係咪？冇需要自行設立呢個研究部，搞咩學院呢？更何況法官係應該緊守呢一個斷案中立嘅角色，訴訟各方嘅律師團自然向法庭提供相關嘅資料或者一啲學説嚟支持佢嘅論點，係嘛？佢哋亦都有責任向法庭嚟提供所需要嘅協助，所以我覺得呢一個部分呢，學院司法學院研究監督呢個部分呢，我係反對嘅。多謝主席。好，劉政務長有冇補充？多謝主席。或者我都回應一下議員提出嘅問題，特別亦都可能係作出一啲澄清啦。首先喺第一個部分，即係講到我哋增加即係嗰個司法人手嘅時候呢，由於文件已經講得好詳細，我就唔再重複啦。喺呢度我只係想即係講多一兩點嘅補充。第一呢，就係我哋同意呢，即係現時喺上訴庭用咁大量嘅原訟庭嘅法官作為額外法官去審案呢，係唔理想嘅。咁所以我哋先作出編制嘅檢討，所以我哋先作出提出呢一個嘅建議。咁所以呢一個都係我哋一路嘅方向，希望係能夠係達至一個更加嘅明確同埋理想嘅情況。第二，案件呢係越嚟越複雜。社會亦都係越嚟越複雜，好多嘢都係好複雜。我哋喺個文件都喺度講咗，由於因為案件越嚟越複雜，以致到法官需要用一啲嘅時間，以前叫做 reading day 閱讀日嘅時間，或者而家除咗閱讀仲要去撰寫判詞，佢嘅時間越嚟越多。咁越嚟越多嘅時候，就令到我哋可以排期嘅日子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就案件嘅排期會加長。咁所以要去處理呢一個案件輪候時間冗長嘅問題呢，都係需要去增加個編制嘅人手。咁而且喺到原訟庭嗰方面呢，一方面現時嗰個嘅法例啦，同埋各方面呢係越嚟越多嘅法例，亦都係越嚟有新嘅法例嘅引入。法官都係需要處理研究嘅，譬如喺原訟庭同等嘅裏邊，亦都有新嘅我哋而家都係籌劃緊成立嗰個競爭事務審裁處，有新嘅競爭法，亦都有不斷嘅法例嘅修訂。咁所以喺好多嘅工作嘅裏邊呢，其實都係會令到嗰個工作嘅量啊，同埋佢個複雜度呢係加增咗嘅。咁當然司法機構除咗係去睇增加資源嘅事外啦，亦都係需要睇有另外一啲方法去處理我哋嘅案件嗰個嘅令到佢更加有效咁樣去處理。我哋一路講嘅由09年開始嘅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即係其中一個最大嘅目標呢，就係去緊呢一個嘅方向。咁亦都係我哋睇到係實施咗民事司法制度嗰個改革之後，包括咗一啲新嘅措施，包括咗我哋推廣調解，包括咗呢我哋希望呢係盡量減低一啲不必要嘅非正審嘅一啲嘅程序呢，都係可以幫助得到嘅。咁再加上我哋好早前好多謝立法會嘅支持同埋撥款，喺司法機構嚟緊我哋6年至到9年嘅裏邊，我哋會有一個幾大型嘅重新去推動我哋嗰個資訊科技嘅策略計劃，就係希望透過應用資訊科技，令到我哋嘅服務同埋令到我哋嘅工作流程更加有效率。呢啲都係我哋同步進行嘅。主席，我覺得呢，佢冇必要再去答咁冗長呢啲，即係大家都可以喺其他文件裏邊呢就揾得到嘅資料，係咪？嗱，你而家講緊係數字數量，係咪？你係唔講人嘅質素嘅，你講量唔講質嘅，係咪？我都未質疑你嗰個即係質素，係咪？嗱，另外咧，嗱，我頭先講咗，我唔會反對即係呢個開位嘅建議，除咗一樣啫，就係嗰個司法學院。所以我唔該你就回應一下頭先我對嗰個司法學院嗰個即係嗰個所謂人事編制
嗰個質疑，你可唔可以回應一下？好， OK？ 黃毓民議員呢嗰個時間就夠啦，除非政務長會唔會好簡短回應一下呢個問題？係我都係好想回應嗰個問題，因為我相信首先我想去澄清一點呢，嗰個司法學院嘅行政架構裏邊，我哋所謂一個專業嘅人員，其實我哋就講，因為現時支援緊呢一個呢，佢哋本身係冇法律嘅專業嘅資格嘅，咁我哋就認為呢，應該呢一個行政架構裏邊嘅支援人員呢，佢主要都係去執行呢個司法學院嗰個管治委員會佢所訂立嘅司法培訓嘅計劃。咁呢，如果佢能夠有法律嗰個專業嘅基礎呢，係有一個必要同埋會更加有效咁樣推進嘅。咁所以佢呢一個人呢，佢唔係去直接參與去幫法官做嘢，絕對唔係咁。我就想作出呢個澄清，唔係話開咗呢個位呢，就去幫法官做嘢，而唔係咁嘅意思，而係佢呢，係因為有法律嘅專業資格，亦都呢，我哋希望呢個人呢，亦都係有一啲作為一啲培訓工作方面佢嘅專業嘅經驗同埋嘅方面，所以就能夠呢，因為有法律嗰方面嘅知識，再加上喺培訓方面嘅經驗呢，能夠更加有效支援推動司法培訓嘅工作啫。好嗱，我哋呢暫時排隊嘅議員比較少，咁我就所以就寬鬆少少嘅。